好，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2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新北市三重埔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伫半暝啊火烧厝，经小接到报案出动去拍火，伫火场有发现3个人无喘气、无生命现象，送病院急救了后，有1个人抢救回来，但不过有2个人不幸过亡。它一个楼层大概12平到15平，那因为2楼的客厅全面燃烧，所以烧到3楼，3楼的部分，所以3楼大部分都是淹水。那前面的客厅的位置，3楼前面的客厅大概有2平到3平燃烧，所以整个燃烧的面积大概约15平左右。警消是伫今仔日半暝啊，饭店过后12点13分接到报案，讲三重埔大东南路一栋透天厝火烧厝。警消到现场的时，火已经烧起来啊。火伫10多分钟有拍花，住1楼的阿嬷有走出来，住伫楼顶的阿公57岁，甲因查某囝27岁，甲一个6岁的孙，互救出来时，3个人是无喘气、无心跳。经过抢救，敢若27岁查某囝有恢复喘气甲心跳，即马已经转送台北荣总继续抢救。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澎湖的万华有一个12岁的囡仔，确诊了后，血氧的浓度降低，今需要急救。澎湖的海巡就赶紧出动，派船下去接。1点钟左右就顺利把这个囡仔送去三军总病院的澎湖分院，好的加载。规身躯穿防护装备，澎湖望安12岁学生囡仔感染新冠肺炎，合并低血氧，要赶紧送马景的病院。因为本来要协助伊后送的船有其他的任务，所以要让囡仔是妈妈甲随行的医疗人员陪去，坐澎湖海巡队的巡护艇去三军总病院澎湖分院看医生。本队立即调派线上的356中3队前往望安，在12时许将伤患、救护人员及家属送至马公，由澎湖县消防局救护车送往医院。囡仔甲妈妈坐伫船艇后甲板的隔离区，以免船舱内面封闭的空间内有感染风险。自望安卫生所通报到后送病院，1点钟左右就把囡仔送到马景。澎湖县2倍新增加176例本土确诊，总共死亡人数有8例。疫情还未规个港内，离岛居民的医疗权益，同款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在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4379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80例，死亡个案有103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病例数降的速度无资本按算的遐尔紧，所以可能要等到7月底，咱的本土病例才有机会逐天降到1万例左右。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咱台湾买的 Novavax 预防射，这2天就会送到咱台湾，上紧7月中会当开放予民众注射。又有新疫苗要送来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南向 COVAX 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各位的 Novavax 处单位2倍疫苗，这2天啊回到到啊，第一批50多万份，经过2礼拜检验，上近7月中就会当提供予18岁以上民众注射，尤其是长者。对于这个连施打1剂都觉得会怕怕的话，那也许可以试这个 Novavax 这一支这个疫苗，那它的副作用一般而言就是是属于比较少的。新冠本土疫情28礼拜2新增加44379例本土病例，各县市新增加病例，敢若台中6000多例，中重症有180例，死亡有103例。指挥中心表示，疫情降低速度无预测遐尼紧，可能要到7月底，本土单日的确诊才有机会无超过1万例。7月底才有可能到1万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因为目前看起来，整个死亡的人数也有在下降。另外，新增加一个儿童密斯氏的病例是1岁查甫囡仔，5月底确诊治疗好了后，雄雄发烧出痱，镜头持续3天送急诊，诊断是密斯氏，心脏有小可冠状动脉扩大，好在在经过治疗了后，6月底已经出院。这也是我们累积到现在15例的密斯氏的儿童个案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那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人数是70名，其中死亡跟先前一样是维持20人。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本土个案主要是感染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预定8月以后，社区可能出现一寡 BA.4、BA.5 的疫情，不过应该未遐尔严重，呼吁民众赶紧注第3剂疫苗。另外，挂喙癌的政策至少7月拢未放零，希望会当降低新变异株对国内疫情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那咱过来6个月大至5岁囡仔嘛，特别有预防射通注啊。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嘛是7月中过后会当开始注射。目前地方政府大部分嘛拢已经开始在规划甲安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6个月到5岁囡仔的莫德纳疫苗已经通过小署的 EUA， 有希望伫7月中开始做。连续15天本土确诊上侪台中市，囡仔家长听到消息，看法拢无同。小朋友现在都没有办法打的话，就会担心他如果得了会不会很严重，就会自己大人都会担心，所以有可以打当然是最好的。不晓得小朋友没有办法承受那个疫苗的副作用，所以会先观望。对，会等一下，等个一阵子再说。各县市政府也公布准备进度，搭市会提供诊所、病院自动启用门诊、甲学校注射站3种管道。高雄会等中央疫苗分配状况才规划，但他们是讲疫苗落来就马上做，甚至争取提早配发。台中市府统计全市有11万的囡仔符合做的资格，要拼7月中开始做。预计在7月中旬，中央一宣布可以施打的计划启动，就会立刻公布施打的这个规划。疫苗一播下来，我们就立刻开打，甚至我们会争取是不是能够早点播。医师提醒，因为新冠病毒引起急性脑炎，可会伫5岁以下囡仔发生，而且疫苗对年岁愈大的囡仔副作用愈轻，家长唔通丢毒。因为新冠肺炎引起的急性的脑炎，其实大部分好发的都是在5岁以下。这个年纪越小的，他打那个新冠疫苗，其实它副作用是越轻。那个跟幼儿他的免疫的反应比较弱，还是有关系的。根据 ACIP 专家会议结论，建议6个月到5岁囡仔做2剂莫德纳疫苗，隔4到8礼拜以上，国内疫苗就要进入全龄组的阶段。家长是不是应接受，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是好天烧热，伫遮方面的东半部甲东南部不时会落雨，各地过道是爱细至2公雨。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各地是真翕热，严过水气嘛有大大变化。东南部恒春雨会较粗，过道了后各地爱细至2公雨。若中南部甲山区是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而且嘛爱细至单雷公甲强阵风。今日的高温是伫32度至36度，气象局有针对花莲、高雄、屏东发布高温的警示。各地今日紫外线嘛偏强，所以爱做好早日爱加啉水。另外，今年第3号的风台蒲阳上紧拜5会影响会形成，南部、东南部有的所在会开始上大雨。另外，菲律宾东边即摆嘛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嘛有可能会变作风台。后礼拜进前，咱各地拢有机会会上大雨。严过风台会安怎行？这部分爱个观察。热人的天气，高温升悬到36度，热翕翕。热天到位，风台季节嘛到位。根据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份至9月份，大约有3-4粒风台会来台湾。目前伫菲律宾海面附近的低气压持续增强，上近2天内有机会形成今年第3号风台蒲阳。外围的云系有机会影响南台湾的天气。礼拜4、礼拜5到下礼拜2、3左右，大概有5-6天的时间点，我们会受到它整个大的低压带环流的影响。午后阵雨会增多，南边的水汽北上的机会也会增多。7月至9月风台季，气象局估计下半年有20至25个风台形成，其中侵犯台湾的风台差不多3至4个。预估今年热天反性能现象较少，对台湾的影响较小。7月至9月温度以正常至偏热的机会较大。反圣婴年或者是正常年的时候呢，台风形成的位置呢会比较接近我们台湾地区啊。台风的形成位置呢，就平均来看，应该不至于会离着台湾太远。根据各国的气象学者警告，今年小风来得较早，除了关心风台以外，咱嘛要注意激烈的天气，甲风台降落去产生较大的灾害。回顾今年5月到6月的梅雨季，5月日照时数创下有记录以来上少，平均温度是26度2，也创下2000年以来最低温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7月份电火钱要起价啊，严格敢若针对用电较上重的企业，用电的大户会起15%。严格工总是认为讲，安尼起伤济啊。其中中钢初步算算呢，一年电火钱会增加8亿的成本。另外，外界嘛风声讲，台积电的电钱搁较惊人，一年会增加40亿。台积电是无要回应，敢若讲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而且嘛会做好责任检讨。
提高用电大户7月起电费钱15%，外环用电大户台积电今年会增加40亿电费钱。电价成本偌济，台积电并无明确回应，敢强调会落实绿色制造，愿意配合政府政策，承担社会责任。另外，半导体封测大厂一外工业表示，电费占营运成本无悬。建立成本就算涨15%的话，也是大概在我们的0.几啦，还可以吸收。即摆起电费钱主要锁定用电大户，平均起差不多8.4%，每度电为2.6253块起价2.8458块。一般主体用电度数超过1000度起9%，差不多36万户受影响。另外，高压、铁高压工业用户起15%，2.2万户受影响。价值调到15%哦，措手不及，吃不消。海运费，然后原物料的这个波动，还有疫情，今年呢实在非常的辛苦了。工业用电大户原本有车起的幅度可能伫8%左右，想要刚好一捆头起到15%。中根估算，每年用电成本会增加8亿，按过强调，敢若占去年成本0.2%，整体影响有限。商总表示，即摆起电费钱对服务业影响较细，按过强调台电供电无稳定的问题，比了钱较严重。你不要只有说你钱不够的时候要提高电费。但是你稳定度不够的时候，你跳电的时候造成的损失，你的赔偿老百姓是无感，甚至会痛骂的。下半年会阁检视电价，电价汇率审议会按算9月底阁召开，3个月了后，国际燃料成本甲国内物价变化，拢会斗阵重新评估。按过台电预测，今年了钱会超过1000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向前，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台铁伫今仔日开始，火车时间表会大变动，毋是自动门的技工号全部拢退休啊。昨昏上尾班门用后的技工号的列车，有啥济铁道迷专工去消息。台铁嘛特别伫车尾加挂客厅车厢，而且会讲当纪念因下。嘛伫车前甲车后拢有挂1970年古早车牌，用心安排，互大家甲技工号讲再会。来看《中国时报》。台湾澎湖一报香港股份李英康顶日申请来咱台湾，也毋过移民署是认为伊是专工来卖掉澎湖一报，而且要甲员工是头路解散。那么洪志基讲要甲澎湖一报背后背后有中国资金的买主，洪志基有国安记录，所以互咱的内政部废止伊的居留许可，伊嘛已经伫26个时离开咱台湾啊。来看自由时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昨昏是召开选对会。建议征调立委黄秀芳去选彰化县长，要去战现任的县长王惠美。另外嘛，征调总统府副秘书长李俊毅去挑战即马现任的家己市长黄敏惠。两个人选了后会交，这两个人的人选会交互中执会完成提名作业。啊，那外界较关心讲湘北民进党要派谁出来选，这部分民进党内也搁咧讨论。另外，毛洪声讲，民进党是要找总统府的发言人郭拉斯，甲立委的刘兆豪去参选花莲县长甲台东县长。郭拉斯伫昨昏是举办新册发表会，正拄做椎间盘手术的副总统赖清德是有专工去徛台相听。为纪念过身的爸爸，总统府发言人郭拉斯发表新册，也被认为是为未来代表民进党参选花莲县长做准备。无所谓准备或是不准备，我人一直在那里。那到了行政院或是总统府之后，更是有机会从院或是府的高度来看各县市不同的资源分配的问题，当然更看见了花莲的困境。另外，可能代表民进党继续参选台东的立委刘兆和受邀到场致辞，也讲到两人过去直直发言，为花东争取预算。如果是我的话，我们必定会全力以赴如果有其他人选那我们也尊重选对会的所做的一个决定我想，与其说是比较艰苦的选区，对民进党来讲比较艰苦的选区倒不如说我们自我期许是要更加倍努力的地方。两人拢在下一个态度，不过最后还是等民进党的最后决定。日下晡才多接受椎间盘纤维手术的副总统赖清德，已被开放公开行程参加这场新册发表会，做工意味真高。不过对前副总统陈建仁加入民进党，新是稳定及控制数，赖清德跟陈建仁的活动也受到关注。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然后我们有话就直说，他也问得很白。那我就说没有当时加入
民进党的情形就是那样的情形吗？副总统，你有问陈副总统入党的事吗？两人讲话引起外界对两人未来可能竞争关系关注。根据了解，大清朝方面已经定调，无必对这议题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看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442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的病例数计共超过368万例，日本超过900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8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超过3000万例。G7 峰会已经煞过啊，各国的头人在研究讲，愿意要限制俄罗斯石油的介绍，要切断俄罗斯战争的资金。那德国的总理肖兹伊时认为讲，普丁总统唔接受失败，安尼制裁就袂结束。另外，G7嘛打算要提供45亿美金解决欠粮食的问题，也毋过互外界批评讲钱伤少。俄乌战争互全世界经济受到正大影响，尤其是食品甲能源的绩效性正悬，正在今年 G7 峰会主要重大讨论议题。G7 领导人李贝讲，会对俄罗斯的石油绩效设定上限，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减少莫斯科的战争资金。Es wird also nur einen Ausweg geben, wenn Putin akzeptiert, dass sein Vorhaben nicht gelingt. G7 设定石油绩效的上限，是要甲金融服务、保险、甲石油货物运输、甲俄罗斯的石油绩效上限交做伙。若是托运商或者是进口商想要使用这款服务，就要答应为俄罗斯的石油绩效设定相关的上限，来限制俄罗斯的原油绩效，以免俄罗斯获利。不过有专家警告讲，相关计划可能有反效果。普丁若减少能源出口来保护，油价可能会升更较悬。Зависит от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реш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имет «Газпром». Наверное, они будут ставить вопрос об изменении условий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контрактов, об изменении цены. 伫咧对抗全世界饥荒的问题，领导人因讲会提供45亿美金的协助，不过活动人士认为金额伤低。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料，今年是需要222亿美金才有够。路透社讲，有人更加关心粮食绩效大起对国内影响，认为拢是西方国家制裁所造成的，临时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Und nicht nur bei der Finanzierung, auch bei den Beschlüssen bleiben die G7 hinter dem zurück, was hätte passieren müssen. 因那乌克兰粮食的出口是毋是有解决的方法？英国首相强生讲，大家拢伫咧努力。因那伫气候议题方面，将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气候俱乐部，伫气候变迁议题合作，并且答应工业领域要减碳。We are angry that leaders at the end commit to long-term targets, but not commit to the immediate measures needed. 伫咧新石化燃料计划未做到交通零碳排方面的资金援助，G7是无做出结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哥伦比亚西南部一间家乐昨昏是发生暴动，造成51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家属知影了后，是正着急想要入去内底关心厝内人，也过防阻挡伫外口，伫家乐外口甲警方发生冲突。家属心内正着急，摕查扣讲家乐的外墙，希望会当入去内面了解情形。哥伦比亚警方派镇暴警察来维持秩序。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图尔瓦市一间家乐离背发生暴动，造成51个人死亡，24个人受伤送病院。家属拢正担心家己的亲人。甲真侪拉美国家同款，哥伦比亚的家乐人挤人。根据官方的资料，哥伦比亚全国的家乐会当关81000位犯人，即嘛总共关97000人。这间家乐内面有1267位犯人，伫暴动进前先捣毁。La conflagración inicia cuando inician quemando unas colchonetas. En estos momentos se
activa el protocolo de seguridad por parte de la Guardia, porque hay que prever, primero, de que no vaya a haber un intento de fuga y segundo, que no se presente un incendio mayor. Cuando ellos actúan, pues logran poner a buen recaudo a la mayoría de privados de la libertad, pero como pueden ver, un evento desafortunado y una tragedia, la cual se presentó con los 51 fallecidos aquí en el establecimiento de reclusión del orden nacional。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这马人伫咧葡萄牙访问，伊向死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并且已经下令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美国德州离墨西哥边界无远的圣安东尼奥，共发现一台无人伫的卡车货柜内底有真侪遗体，上无有50个人死亡。警方研判讲，这人应该拢是非法的移民，因为天气伤过热，高温40度，可能拢翕死的。 案发的地点由封锁线，将在警车、救护车伫咧现场待命。德州离墨西哥边界250公里的圣安东尼奥，8日尾暗，伫南部郊区一个铁轨路边啊，发现一个货柜，内面有真侪敢若是非法移民的尸体。A worker who works in one of the buildings up here behind me heard a cry for help, came out to investigate, found the trailer with the doors partially open, opened them up to take a look, and found a number of deceased individuals inside. 消防局讲，这边事件至少造成50个人死亡，其中包括4位未成年人。 The patients that we saw were hot to the touch. They were suffering from heat stroke, heat exhaustion. No signs of water in the vehicle. It was a refrigerated tractor trailer. But there was no visible working AC unit on that rig. 警方讲，圣安东尼奥迄当阵的温度到摄氏39.4度，货柜内面无空调，阁无水通啉，一寡受害者有可能是活活翕死。警方目前已经逮捕3个人，相关单位以人口走私的方向伫咧侦办。 So the plight of migrants seeking refuge is always a humanitarian crisis, but tonight we are dealing with a horrific human tragedy. 官方表示，这件代志是最近几年来美国墨西哥边界人口走私死亡人数上侪案件。像这种代志，伫2003年甲2017年也捌伫咧圣安东尼奥发生过。公司新闻詹慧敏、张建光编辑。中东国家约旦8日发生毒气外泄的事故，化学气体大爆炸，有毒的气体随冲出来，造成10多人死亡，250个人受伤。 卡车顶悬的拄管慢慢调起来，向船只方向转移，想袂到。锁啊登去，拄管就安尼直直落落去，让船体了后，溢出大量黄色有毒气体，半条船身当中有，佮一直向外拓开，行到附近的人车赶紧闪避。这件人场面发生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时间27唯一的港口，伫南部的雅卡巴港，一台吊车咧做吊挂作业时阵，无细致荷载15吨铝的拄管落落去爆炸，造成严重公安事故。 第次发生了大火，以花甲民防队员挂水安赶去现场抢救，数百人受着有毒气体，无爽快赶紧送医。大量的人进入雅虎附近的病院卡掉咧，当地政府紧急部署压进病院。 وانا سمعت من مدير المستشفى انه الادخالات عم تنزل، عدد الحالات عدد الادخالات عم تنزل، هذا بفضل الله وبفضل جهود بتلقي الناس بالموجه الاولى وباستيعابهم بتوفير العلاج اللازم لهم. وانا كلفت وزير الداخليه يترأس فريق كمان لاجراء تحقيق بالحادث واللي صار. وطبعا جلال سيدنا الله يطول عمره يعني متابع معنا اول باول هو سمو ولي العهد. 根据美联社报道，这事故已经有至少13人死亡，250人受伤。CNN 引用官员的讲法，指出受伤人数已经有260人。出台这港区目前已经封锁起来，卫生当局也建议民众关门窗留伫厝内，让厂是暂停作业，检查切啊这物件是不是受污染。不过，雅克巴旅游单位强调，当地封锁正慢，气体拓开的影响有限。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明仔载要入境，伊因为扫毒品执法手段互批评伤过酷刑、伤过粗残，有造成6000多人死亡，内底阁有真侪人是无辜的受害者。杜特地入境了后，有民间团体是打算随要展开法律行动结果。严格新总统小马可是已经表态讲，政府未追究这件代志，所以想要起诉杜特地应该真困难。Hitler massacred 3 million Jews.
Now there is 3 million. There's 3 million drug addicts. There are. I'd be happy to slaughter them.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2016年上台以来，对毒品犯罪高调宣战，伊无少着错杀一百，受困警方伫性命受到威胁的时阵，直接打死毒品嫌犯，造成大量无武器、高无辜的民众枉死。 Namanya dito sa may kanan, ang laki talaga ng butas. Kitang-kita na yung halos loob. Malinis na siya kasi makita mo siya puti na eh. Tapos yun, tapos inangat ng anak ko yung ulo niya. Tagos dito. 头壳着弹身亡的受害者死因刷写虚验，家属无法度接受，也无力负担验尸费用，这会当真遗憾的埋葬家人。多年来累积的大量冤案，最近出现反转的机会，因为非国墓地通常租约5年，毒品战争罹难者的墓地租约最近陆续期满，无钱续约的就爱刷走火化。一寡家属伫身负走亡，甲法医的义务协助，开棺了后选择验尸厘清死因，正做未来追究警方。 垃圾，希望证明伪造文书甲拄特地责任的证据。And you see the fractures. This is not a natural death, so who's telling the truth? This is physical evidence. The autopsy, of course, will be of great value in the coming days, in the coming years, onc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takes place, how these people were killed. 荷兰海峡的国际刑事法庭去年对此展开危害人类罪调查，估计干那2016到2019年就有2-3万人死伫毒品战争。杜特地政府急着配合调查，官方数据显示，毒品战争累计死亡人数是6200人。目前只有3名警察因为杀害毒品嫌犯犯定罪，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论。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摕囡仔的权利已经失去宪法的保障，摕囡仔算是违法的行为，所以美国的药局即马就发现讲，来买避孕药的需求量有增加，所以未来会限制一个人一届敢若会当买3粒。来关是美国国主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000例，这是全世界全球头一个超过1000例国家。专家警告讲，未来病例数恐怕会继续增加。 来看 G7 7大工业国峰会，昨昏发表共同声明，有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嘛鼓励用和平来解决两岸的问题。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政治的消息，这是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即马防指期讲伊行政无中立，伊昨去议会报告的时有强调讲，总讲伊要选市长一定会清时。啊，那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嘛已经开始咧传咧准备，也毋过民进党目前人选也未公开。看完以后呢，我只有8个字：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不满报告内容，国民党议员王志斌当场将书面报告带入垃圾桶。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顶伫市场视察行程，边仔出现民众党议员参选人陪同，防质疑行政无中立。黄珊珊伫议会临时大会闭巡，当时是讨论市集政政计划未来会注意相关细节，遵守行政中立。希望黄副市长，如果你真的要参选台北市市长， keep 较好诶，调小较好诶，找个时间点断掉吧。是，好不好？没错，我看好你啦，最有机会做2抢1啦，跟我们民进党提名的人有机会啦。黄副市长，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会请辞？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要参选的时候就会请辞。那你会不会不参选？如果我生病了或倒下去，当然不会参选啊。 黄珊珊答应，若要参选一定清时。年底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被震起鼓，民进党人选到今也未定。不过媒体人就入口首先公布，连夜决定由卫福部长陈时中上阵。陈时中应该已经确定要选这个台北市市长了，然后他会赢的啦哈？为什么呢？这我个人建议，因为蒋万安傻傻的居然被赵少康拐去了。我跟他完全没有谈论过这件事情。 甲陈时中有20年交情的药师公会理事长黄金顺也表示，陈时中参选关键是太太点头，提名时间可能是伫7月中全大会进前。另外，选举会2月1号也开会讨论嘉义市提名人选，双北也可能会纳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有一个出车祸受伤的少年家去病院复健，家属是指控讲复健师情绪失控，用拳头母去对病人的胸砍。本地呢病院甲家属已经要和解啊，不过尾啊病院反悔，讲这是因为双方的认知无共款，所以伊无愿意和解啊。即嘛是请家属去告，由法院来判。一个20岁少年人，这个月初7照复健师指导做复健，想袂到刷落来发生纠纷，少年的胸腔一大红红，家属指控复健师动手甲拍。孩子你就可能稍微比较没有耐心，就把拉杆给放掉。那治疗师此时就突然间大吼患者说：“你在做什么？”对，然后过没多久就一群往这个受伤者的孩子的胸口一群就走下去。家属表示，事后因甲病院和解，复健师嘛写悔告书，承认情绪管控无好才拍人。不过，即摆病院完全无承认和解内容，包括甲复健师调离主管的职务，阁有20万慰问金等等的条件，互人指控的这间病院嘛出面解说。一开始的调查报告都是惊吓到而已，并没有打人。而是家属要求我们在内部调查报告，还有自白书请那个治疗师上面写说挥拳打人，这样已经完全扭曲我们原来的真相，所以我们才说不再跟他们和解，请他们走法律途径。院方认为，这件代志是双方对复健治疗认知无同，议员希望卫生局爱主动调查。因为院方单面的毁约。就是把这个和解内容去撤销，不予承认。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我们就要由卫生局来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事故调查？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还要收集较侪事证，若是接到民众投诉，就会调查。记者陈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昨透早4点半，西南海峡发生规模5个地震，冰冻是震度有3级。伫万丹的李溪山有喷出烧烫烫的土浆，第一个喷发是4月初9，但是个流感满世界，产地拢是6个霾。调查内一直清除黑色的土浆，礼拜早起8点40分，万丹土浆火山再次喷发，半点过钟了后，换到附近宫庙宏观圣殿后壁清出，这摆流量更较大4月楼。居民看甲实在无奈，因为4月中旬才喷发，用2个外国清理员，想袂到清好无偌久，佫喷啊！这拄啊前2-3天咯，水沟啊，甲路面拢总清好，啊，阮的壁路啊拢清好，今仔伊佫无啊。这实在是真正吼，都困了啊。怪手紧急出动，用土角想要阻止土浆流到路面，也有农民赶紧放水透布，互土浆一路透过沟仔流入大排。若讲无安尼做，等到打起就真歹清理。居民讲家己摕钱找怪手山鸟来清，一工2万实在食袂消。一寡打起的土浆清理了后，要放伫倒位也真头疼。这嘛是之前来的工业啊啦，看公部门那边有要出手无？了馆长伊嘛有讲要找一个所在放在土啊。礼拜早起4点07分，高雄市府南西方的西南海峡发生类似规模5个地震。4点钟了后，万丹土浆火山就喷发，两方面敢是有关联。中央大学地科系教授柯树坤表示，附近海流构造相连，无排除有关联。另外，土浆火山敢是会当预测什么时阵喷发？柯树坤指出，爱先伫陆上调查年管入体的分布位置。接落来4个位阁设置大量机器来监测气体变化等等的情形，要毋过工程真大，需要评估成本。记者综合报道。热天真侪人介意耍水，绿岛的海底真水，是真侪人爱去遐畅水。最近有民众去畅水的时，就发现讲，伫石浪的海底的大礁风受到破坏，有可能是因为渔港当地做工程。这是绿岛石浪海底的沙坡地，倒伫沙地啊，就是互畅水客公司福华岛摩崖石上的双乌搭，这也是绿岛海底观光重要的景点之一。即马倒去，互畅水教练心拢脆啊！对我们潜水业者来说，还有就是喜欢潜水的一个爱好者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损失啊。
流到海底的摩崖石上深度伫12米左右，看大约有7个人抱着遮尔看，伫海底看起来像静静徛着的巨人。也毋过为什么会倒落来引起岛上唱水教练的议论？有人讲是因为流到南寮渔港防灾损害证件工程船，伫施工期间船用的电交断去。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已经接到通报，也毋过监视工程机械造成的损坏，会派人参到海底调查。有很明显的就是沙地有拖行的痕迹。平台船在吊放消波块的时候，原则上它的施工范围不会靠近那个位置。不过这个质疑我们还是会进行实质的调查。绿岛是国内重要的唱水观光景点，山屋生态非常好，当年拢会吸引超过40万人次旅游。这摆技术因为工程毁损景点，也毋过更加互烦恼的，就是后一摆敢会伤到唱水游客。岛上的唱水教练呼吁施工单位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总统教育奖全国，咱全台湾计共有56个学生得奖。其中伫屏东是屏东潮州国中的学生王佑嘉，虽讲伊的家庭无够圆满，也毋过伊无环境拍败，认真咧读册，嘛发展其他的兴趣甲才能，一枝草一点露，受侪侪老师甲同窗的肯定。专心配合身躯边的同学，唱出美妙的合音。徛伫正中央的查甫囡仔，就是今年得到总统教育奖的学生王佑嘉。其实我本来是很讶异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只是个做好学生的本分而已。不过我也很谢谢各位老师还有主任的帮忙，才能让我得到这次的奖项。屏东县今年总共有5个学生得到总统教育奖，潮州国中3年的王佑嘉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伊来自一个无圆满的家庭，也捌有一段较搞怪爱佚佗的时期，毋过家在有照护机构、学校一路真侪人来甲伊斗相共，嘛互伊决心要来改变，为家己的未来认真打拼。主要是佑嘉自己本身，他在逆境的环境当中，愿意积极认真努力，然后呢，在学校里头也参与很多的社团活动。回到那个机构里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愿意花时间，然后呢，就是自己读书。他非常积极进取，包含他的课业成绩，也不会因为他家庭因素的影响，非常积极努力的向上。王佑嘉除了骨力读册，互成绩进步到全校前10名，伊也积极咧参加社团练唱歌，佮要参加全国的科技竞赛，摕到佳作，互学习的过程愈来愈精彩，受到侪老师同学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中清水的青泉国中有开真项正特别的课，是教学生囡仔搬皮胶戏。伫做皮胶，也有写剧本、配乐、讲口碑，全部拢互学生囡仔家己来。今年参加全国的戏剧比赛，佮摕到特优的好成绩，完成7连霸。学校教室关火关甲暗蒙蒙，村宝宝后壁藏一把火，因为台顶当要搬一出好戏。学生细里人配教，亲身配乐，控顶甲现场拷贝。台中的青泉国中，今年就是以这出3个愿望配教戏，摕到全国学生戏剧比赛特优，达成7连霸。没有愧对学校对我们的期待，因为一直历年来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学校都是光影系特有。那我觉得我们要传承下去这个精神。剧团不是就是观众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已，就是后台是非常复杂，那需要很多人去合作，去把它撑起来。啥人啊？是我啦，我文啦。哎呦，阿文哦，问无数啦。口碑讲了水气搁练长，互人料想袂到，这群学生大心完全袂晓讲台语，为着要搬这出光影皮胶，逐工练习，每日磨练，才有今仔日的成果。众人对大台做皮胶到灯光设计、配乐等等，拢总家己来。这届会当得奖，学生拢感觉真有成就感。一定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我们毕竟大家都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拿到这个成绩，也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其实它不好抄，太大了，它有时候会卡住，然后就是很多地方都需要修正，就是类似转身，我转不好，就是要一直练。结合社区教育，这出皮胶戏就让学生踏入社区照顾时代的经验，用永别这个独居老人的角色，
展现出长辈孤单需要人陪伴的心内世界。幼稚的剧情铺排，得到众人的肯定。校方嘛希望继续来开课，让囡仔大胆开新路，用新眼光来传承传统的艺术表演。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新竹市有一间开35档的老餐厅，未堪得疫情影响，决定7月底是要收要关店，无要搁做啊。这是互真侪在地人拢真唔甘。原本热闹滚滚的餐厅，中昼食饭时间，人客也无偌济。这间在新竹已经开35年的老店，这站受疫情影响，已经决定7月底要关店。很可惜啊，我前2年才看那个袋，才看那怎么它就要收起来了。因为这是老店，而且它有优点就在室内，它有停车场，它服务又很亲切。这间大型餐厅2层楼加起来，会使坐上千人，甚至坐在地人请人客选择。当然，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结婚捌第食，或者讲疫情对餐厅的影响实在真大。这2年半基本亏损1个月是大概150万左右。那我们只算是中等的餐厅、中型餐厅。那我相信非常多大型餐厅基本应该都是300-400万起跳了。我们也想撑下去，不过现实真的是比较残酷的。受疫情影响，未少餐厅的生意一落千丈，愈大间愈凄惨，不得已收起来。在地民众拢感觉真唔甘。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文化资产审议会5月底是有决议要甲水上乡代替的南靖车头登录做历史建筑，嘛按算伫8月份的时就会公告。民众参加南靖灯厂社区的行头活动，伫南靖车站内底听老师分享故事。嘉义县水上乡的南靖车站5月底经过文资审议，8月就要来公告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长期研究南靖车站历史的南靖国小校长就认为，这对囡仔的在地教育会带来帮助。我们走读南靖糖厂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那本来火车站这边都是我们的课程主题之一。火车站这边、台铁宿舍群这边的一些历史发展的脉络哈，大概我们会让学生从这个点来思考。虽然车站登录做历史建筑，但是边仔台铁员工宿舍群的保存，一寡文史工作者也是真烦恼。自头就拼来抢救宿舍的民意代表讲，袂当干那甲车站登录做历史建筑，边仔嘛要配合来规划。咱的家己管政府，我们先点线面，先从点开始做起，就是咱会当透过咱的设规师的计划吼，先把这周边这环境的部分先给它整理起来，慢慢做，慢慢给它带动起来，会当恢复到过去吼这样子的一个南靖糖厂这样子的一个风华。南靖车站要登录做历史建筑，伫水上推动社区营造的家己县生活美好协会表示，社区政府大家利用替车站灯厂甲宿舍群付出，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继续传承在地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市内亚族人要争取原住民的身份，目前是已经到大河港解释勘站，昨昏宪法法庭是召开研述辩论庭，有几名族人也有原住民团体有到司法院去表达支持，认为原住民的身份是显然就当决定的。不过原民会是认为讲应该爱另外立法，才当互北部族群有原住民的身份。是来呀！是来呀！啊你骨干嘞！手举各北部族名的牌啊，大声用家己的母语发口号。28宪法法庭针对西拉雅族人白地原住民身份案召开释宪辩论庭，这原住民权益团体北上支援，身为关系机关的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到场支持。各方的申请释宪的机关的陈述，其实大多数。大家都认同平埔族，尤其西拉雅族的原住民身份。这摆的争议点是《原住民身份法》第2条第2款规定，白地原住民要经过申请登记，才会使得到原住民身份。不过，在几十年前开放登记期间，因为社会环境等等因素，这族人无登记，即马说无路会使重新得到原住民身份。在当时开放登记的时候，没有向户籍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申请登记为平地原住民。难道他们这样就不是原住民吗？当年设计登记制度是为了方便行政机关去辨识身份，但是没道理为了给行政方便，就要用剥夺我们的身份当作代价。但是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张，宪法征收条文并无将包括西拉雅等等北部族群列做山地也是白地原住民，认为北部族群的身份问题应该另外立法，按照实际状况保障权益。
那不是说征收条文做价权就是永久的、永恒的锁定，在宪法位阶它所认定的价值，如果要打破它，是不是要修宪？那如果宪法有给一个立法形成的空间，那是不是要透过立法？呼吁我们的大法官这个事项案给予合宪的这个宣判，那这样的话呢，才能根本解决我们原住民整个。证明了这个问题。原住民团体北部族人也伫辩论会后召开记者会，批评过去伫高等行政法院，官兵会就已经用过受法当作借口拖时间，是无负责任的机关。族人强调，专家学者大部分拢支持因的观点，无应该搁用行政规定限制因的原住民身份。记者郭本林永凯台北报道。疫情已经滚到拖2冬瓜，咱国内的病例数嘛已经超过300万例，有一寡确诊者嘛是新种者。新种团体即马是建议中央嘛爱伫确诊通报系统内底增加注记讲，敢是新种者，敢需要其他服务，而且会当有回报，嘛会当或者是先看诊，也是所谓平台操作，更较优先挂。因为他染疫，所以要找到愿意协助他的照服务员，一天要花1万块才有人愿意去协助他。家己顾一人大的新种者朋友，伫咧疫情期间，生活甲防疫要兼顾，有影是更加困难。本来我们电话中全用声音，连读唇的机会都没有。戴口罩的时候就等于是说把它封闭，把它遮起来，我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回想家己因为动耳确诊的时阵，对通报到看视讯门诊拢真无方便。民间团体希望病院通报确诊，也有确诊者自主回报的电子系统，拢爱有标示身心障碍身份的所在，也爱加强各种新障者的需求，强化甲地方卫生单位主管的连结。地方政府都有手语翻译跟同步听打的窗口，那地方也有很多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听障单位，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的政府单位在做这些流程规划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沟通无障碍。上一次的跟卫生局做调查，他们是说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就没有去更动这个回放的机制。不过我们如果还是持续的话，显然这个没解决，我们再请同仁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一个加一个选项好了。虽然疫情有较转好，不过疫情下的生活爱排队领快筛，所谓平台爱操作，也搁爱兼顾这防疫资讯的传达，敢有下新种者的需求。民间团体希望政府会当通盘来检讨改善，唔通甲因放袂记的。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来关心环境，联合国的海洋大会27日时伫葡萄牙举行，伊嘛提出警告，讲即卖的气候反常、气候变迁，也有塑胶粪扫这问题，互海洋出现危机，爱面对紧急状况。也毋过有环保人士是批评讲，毋通干那空嘴报之，再头人有权有势，爱提出实际行动。时间5天，差不多7000人参加的联合国海洋大会，8月伫咧葡萄牙里斯本开始。第一天，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海洋已经有危机。8 million tons of plastic waste enter the oceans every year. Without drastic action, these plastic could overweight all the fish in the oceans by 2050. 古特雷斯希望各国的政府甲企业用永续经济模式来管理海洋。伫海洋大会外口有环保人士曾水鱼，考试各国政府讲甲真好听，拢无咧做。Try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end all industrial fishing, particularly bottom trawling. 不过今年3月，联合国成员国家对保护公海免受开发的条约是也无达成共识。世界各国也搁伫咧讨论方法的时阵，伫肯亚有一群人已经有实际行动。为着要呼吁珊瑚礁，因为肯亚设一个海域是珊瑚灾。First, we get corals of opportunity, which are corals that are broken but are not dead yet. If they're left rolling around in the sand, within a few days they will die. But if you catch it early enough, which is what we try to do, we can put them up on our nurseries. 因为海水温度愈来愈悬，造成珊瑚白化。保育人员每年种8000多丛珊瑚礁，希望会当协助恢复海洋的生态。不过人为的影响可能也是破坏这款努力，包括大型商业拖网渔船会破坏海洋的环境。另外，伫肯亚污沙的问题也严重影响当地珊瑚礁的生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
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日各地同款是真热的天气，也毋过最近嘛豆豆增加，豆豆变济。东南部乡村雨会较粗，若各地伫过道是爱设置雷公雨。另外，今年第3号的风台附中已经上紧，伫拜5时会形成，所以各地拢有机会会上大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